大家好，歡迎嚟到財經策局嘅 podcast 啦。今日咧想同大家講下數據新聞學嘅一啲重要性，因為呢個咧我成日講數據唔講大話，咁亦都咧係唔好俾一啲政府或者係政府官員咧係用一啲所謂語言藝術咧係令大家咧有啲誤導。講緊咧係今年啱啱過去農曆新年假期啦，香港嘅旅客訪港數字。咁點解呢個數字咁重要呢？因為政府喺舊年嘅12月咧，向中央係成功爭取咗放寬深圳所謂一簽多行，講緊咧內地深圳有過千萬嘅內地居民咧係可以隨時到訪香港。咁農曆新年訪港旅客嘅數字咧就成為一個好重要嘅指標，到底呢個所謂訪港旅客嘅人數咧係咪有所上升？咁我哋睇一啲政府官員，以至係一啲譬如旅遊發展局最初出嚟嘅數字咧，就講到好興奮嘅。譬如係講緊新任嘅文體旅局局長羅淑佩咧，喺1月嘅31號咧，就講咗頭兩日，譬如年初二，內地訪港嘅數字有187000人，佢甚至形容係好意頭，形容係人數表現理想。咁之後到年初六當日，旅發局亦都提出咗啲數字，講緊香港喺年29到年初五咧，一共有107萬嘅訪港旅客，增幅係3%，都係形容係好嘅數字。咁但係其實我哋要翻查呢啲數字咧，並唔係太困難嘅，因為其實入境處咧係有訪港旅客嘅一啲具體嘅詳細分類，當中包括既有係唔同嘅關口啦，包括由機場啦、陸路嘅關口啦，以至係分類係香港居民、內地居民同埋非內地居民呢啲數字。咁呢啲數字咧，如果稍為係肯進行一啲統計新聞嘅統計方法咧，其實係公眾都可以係輕易查閱到。而更加好嘅就係Daily Web 佢自己製作嘅網頁咧，係已經每日係自動上載相關嘅數據啦，去到佢嘅page 嗰度。咁大家咧，如果係即係肯花啲心機咧，係做一啲每日嘅統計咧，其實呢個數字係唔難掌握嘅，亦都咧唔好因為咁咧而被即係政府啊、當局啊係用一啲所謂語言藝術咧，係即係令大家咧係模糊咗成個新聞背後發生緊啲咩事，俾一啲語言藝術咧係即係蒙蔽咗而揾唔到事實嘅真相。其實我哋翻查翻咧，我哋由年初一開始統計到年初七咧，我哋講緊7日嘅農曆新年假期，講緊2025年咧嘅時間就係1月29到2月4號，而舊年2024年咧講緊嘅農曆新年咧就係2月10號到2月16號。咁我哋將兩個數字做比較咧，就好容易好清晰睇到啦。到底喺呢兩個農曆新年假期期間咧，到底訪港嘅內地旅客或者係非內地旅客，到底個數字係增加咗定係減少咗啦？咁而事實上睇翻咧，其實喺今年嘅1月29到2月4號期間咧，其實訪港嘅內地旅客咧係有1116900人。而舊年同期喺2月10號到2月16號，即係都係年初一到年初七咧，講緊個訪港內地訪港旅客數字咧，係講緊有1146400人。咁你其實兩個數字一相比咧，已經見到其實喺今年所謂有一簽多行嘅效應之下咧，其實只不過係反而係減少咗咧，係29500名嘅內地訪港旅客，所以個數字其實表現咧出嚟咧係不加反減，係反而減少咗近3萬人，個跌幅咧係有2.5%。咁你好明顯證實咧，其實無論係香港政府官員，以至係內地不斷放大話所謂一簽多行嗰個效應啦，喺農曆新年期間咧，實際上我哋見到咧係訪港旅客人數內地計咧，其實係減少咗近3萬人。咁反而咧係同一期間咧，我哋睇到就係非內地嘅訪港旅客
即係可能係嚟自歐美啦、日本啦，講緊係同樣係年初一到年初七咧，佢哋嘅人數咧今年咧係有178000人，而舊年咧係有159000人。咁你見到咧，其實係同一期間咧係非內地旅客係增加咗18500人，講緊係增加1成1。咁但係兩個數字一比較，你睇到啦，其實講緊係內地訪港旅客減少近3萬人，而其他旅客係增加18500人。咁其實一來一回咧，講緊係喺農曆新年期間，年初一到年初七咧，整體2025年嘅訪港旅客咧係講緊有1295000人，而2024年咧係講緊有1305900人。其實咁樣一比咧，其實今年仍然係比舊年咧係少咗10968人，跌幅係近1%。咁你見到啦，其實喺咁多所謂盛事經濟，以至係內地又放寬一簽多行呢啲效應之下咧，其實喺啱啱過去嘅農曆新年啦，內地訪港旅客其實係大幅減少，而減少嘅人數咧，甚至係完全抵消咗咧其他海外旅客咧嚟香港嘅訪港人次。咁呢個好明顯咧係表達咗而家香港嘅旅遊業咧並冇好似政府當局或者係一啲其他旅遊界人士咧，係講得咁樂觀。我哋係面對緊咧係旅客減少呢個實際情況。咁而呢啲數字咧，我好相信其實政府當局咧係唔願意話俾大家聽，佢哋只係將一啲佢哋認為利好嘅數據，譬如話1月份訪港旅客創咗疫後新高，增加咗2成幾。咁但係呢啲係佢哋認為係好嘅數字，但係一啲唔理想嘅數字咧，佢哋就會係我話形容側側膊啦，就唔多講啦。咁就將呢啲數字咧係唔會好清晰向公眾表達。其實呢啲數據喺開源一啲政府嘅統計機構，呢個係嚟自入境處啦。暫時咧都係仲做得比較清晰，容易分類。只不過係需要大家咧係做一啲統計新聞咧，已經可以好容易揾到。咁但係呢啲數字咧喺今時今日其實仲有幾多新聞媒體、新聞機構係即係願意做咁多咁嘅功夫咧？我自己都有啲懷疑。咁我留意最近啦，譬如係學者呂大樂咧，都喺明報咧寫咗一篇文章，就係話形容係咪一味盼內地來港旅遊開閘咧？佢形容呢啲就係懶人所為，因為佢哋亦都係見到一啲同樣唔同新聞版面嘅消息，譬如話單月訪港旅客創疫後新高，咁亦都有聽聞另一個數字就係春節7日期間，本港酒店入住率高達90%，呢個又係羅淑佩講嘅。咁但係呢啲數字其實背後係似乎係當局咧刻意將一啲所謂利好嘅消息咧係放大，而將整體到底實際上嗰個情況係點樣咧，就將佢收收埋埋，並冇向公眾即係好開誠佈公咁樣公佈出嚟。咁呢啲情況其實都係其實呂大樂都有咁嘅形容，就係形容話政府咧係用一啲所謂勢頭嘅數字，不斷講話勢頭向好，就係表達出特別係中意用同過去1-2年最差嘅情況比較，話我哋已經走出疫後困境啦，亦都唔見得外國對香港係失去所謂超級聯繫人呢啲角色。咁但係其實呢啲都係自欺欺人，因為數據仍然都係唔呃人。喺具體數據我哋揾到出嚟咧，仍然都係反映咧旅遊業嗰個困境咧係絲毫並冇因為政府所謂一啲盛事經濟嘅吹噓，或者係加大喺旅遊業嘅所謂一啲譬如係夜經濟、放煙花，甚至係即係熊貓經濟呢啲，就可以幫助到即係香港旅遊業嗰個發展。實際上我哋睇返譬如政府公布嗰個1月份嘅零售銷售咧，亦都係不升反跌啦，仍都係個跌幅係再度擴大。咁你見到其實所謂一簽多行盛事經濟對整體嘅經濟幫助咧，根本就並唔大。
同一時間咧，我哋留意到其實喺啱啱過去呢個新春假期咧，反而港人北上消費嗰個數字咧係有所加劇。呢個講緊喺陸路方面咧，係香港居民咧喺2025年初一到初七啦，同樣都係春節假期，講緊北上嘅離境嘅人數咧係講緊有187萬人次，而2024年係176萬人次。咁樣計落咧，其實係增加咗108000人，講緊係6%。同埋你比較一下，如果你講緊2025年北上消費嘅人係187萬人次，而同一時間啦，由外邊入嚟嘅，包括埋內地同埋係其他旅客，講緊嘅係130萬人次。咁你見到咧，其實係北上嗰個香港人北上消費嗰個熱情咧，係完全冇減退到。咁所以你見到咧，其實喺農曆新年期間咧，唔少零售啊、商戶啊、食肆啊，都仍然係嗌救命。的確市面上可能係多咗一啲南下落嚟嘅旅客，咁但係佢哋嘅消費力咧，似乎並唔高。咁所以喺咁嘅層面比較咧，其實有呢啲統計新聞咧，我哋的確睇到就係成個旅遊業咧，根本就並冇好似當局講個畫面啊，係表現得咁亮麗，個成績係咁好，好明顯即係一個自欺欺人嘅講法。咁所以我成日強調咧，就係統計新聞嗰個重要性，係俾到大家咧係更清晰嘅畫面咧，知道而家到底外界咧係發生緊乜嘢事。好啦，今集簡短分享喺呢度，咁我哋有機會再講下其他統計新聞嘅一啲方法，或者係一啲查證嘅手法咧，咁相信對大家咧去了解新聞背後咧都係相當之有用。咁今日講到呢度啦，咁希望未訂閱呢個頻道嘅朋友啦，可以訂閱我哋頻道啦，可以 like、share、subscribe，我哋之後再會。